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在最近传出了一个消息，台中一个高中生因为不堪着老师伫个学校内面课室，结果来自杀。但是这彼此之间是毋是因果关系？校园敢若是小社会，管教有时嘛会变做老师在课室。 管教学生变做自杀无挽回，但是老师毕竟毋是菩萨慈悲万灵，通好时时刻刻。人权观念安怎做，才有机制不再有悲剧？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邦嬌蘭。 大家好，我是喬蘭。那麼第二位是親子共學團領隊駐學生的父親，也就是吳冠儀。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職業律師魏大千。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在線咱的諮商心理師陳明華陳老師。大家好。那麼首先呢？ 咱来互一般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可能无了解这个议题，唔知影这个新闻呢。咱来看，在台中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那亲像有7个老师来甲霸凌，那么想袂开来自杀，引起了真侪争议。学校的调查来公布，讲认定前学务主任、甲主任教官、甲2名学务处的这个人员，4个人。 有不当管教，会进行着行政处罚。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疑似因为伫学校长期受到师长的霸凌，今年2月惊底路死亡。3月底，学生家长开记者会公开涉案的7个教职员转述调离现职等待调查。学校校事会议调查结果7日公布，认定前学务主任、主任教官，甲2个学务创新人员，这4个人牵涉不当管教。 按教师法定相关的规定，送考协会甲委员会行政移处。学务主任、主任教官及2名的学创人员，他确实有不当管教，造成学生身心上的状况啊，我们会再展开一波霸凌这个调查，但是我们会要求学校也是加速进行。 本案引起各界关注，教育部7日证实，已经派专案小组去台中调查，拍算4月中旬就完成调查报告。人本基金会就批评，比较之下，台中市教育局自头到尾拢无要介入，但个手伫咧霸凌调查结果进前公布校事会议的结论，根本就只是要甲代志压落。台中市教育局呢，它只针对 校事调查的报告结果去做处理，他并没有把霸凌的调查报告一并整合完整，把整个事情的原貌好梳理清楚。他只是急着想要灭火而已。当时学生的家长无愿意受访，委托人本公告单也咧等，望要理清规站事件头尾。也那涉案的另外3名教职员，包括新副组长、搁一个教官、一个学务创新人员。教育局表示，等若理清事实，确认无牵连了后，就会准转去学校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咱爱甲观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展开进前吼，先讲个存车。咱这1点钟的时间啊，无法度对着面行吼，拢讲甲真焦全。 所以呢，咱会针对着讲，咱是安怎日后有可能在这个系统性内面来使得学生会当得救，吼，不管伊是啥物原因、啥物理由，咱先来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顶头呢写着讲，学生呢对10月份一直到2月份来自杀，这总共有几个月？10、11、12、12，总共差不多4、5个月。 这4、5个月呢，我相信唔那是这5个月的时间啦，吼，可能搁较长，只是无去用记录起来，吼，啊，咱一场场来看，这内面写着吼，学生去用无合理的对待，吼，教官啊讲啊，你食迄个电子烟啦，吼，啊，你带头你吵闹啦，你带校外人士哦入来班级内面啦，啊吼，去用无赖讲伊偷摕钱啦，啊，搁有无赖吼。 食毒啦，啊，佮针对性的所诈，另外
个言语来个霸凌来扣死，哦，这是不合理的、无合理的对待。另外，学生也向校长，来破案，来宣学校，讲学校有针对性，这校长有做啥物反应无？另外，咱毋是要检讨校长哦，咱是来讲每一个步骤内面有发生啥物代志。12月份，校方邀请到这个家长，讲要来辅导学生。家长呢，事后向辅导老师、甲校安人员、甲导师来抱怨哦，讲咱的学务主任啊，强迫学生来休学，来签这个设计书啊，讲因为你爱强迫学生来做啥物代志，伤害了阮这个囝的这个小小的心灵另外，12月份去用无赖偷摕钱的时阵，教官逼伊认罪，又求助厝内的人。学生后来呢，无爱来学校，家长打电话来问学校是安怎恐吓学生，讲要恐吓学生，讲要送去少年法庭。这步骤，这内面也无第三方来做调查，完全都学校。另外，校方的辅导面呢，在1月份开始为行政会议来回应，讲学务处啦、教官啦，讲要向这个家长来说明这个事件的原委。这零零总总一直到2月18，学生伫处理自杀身亡。其他还佫有学生伫学校咧挹背包啦。其实整个学校呀，我相信老师、学生应该拢知影这件代志。我要先请教这个县长咱先系统性来看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是安怎？这长久的时间，无法度挽回这个性命。我感觉这个代志其实除了开迄个记者会了后，真侪民众就关心的阮伫脸书顶个迄个新闻稿打出去，拢200-300个人来按伊的表情，通常是伤心然后怒，还是讲下骹老话讲一寡因的心思讲甲伊的看法，大家拢很关注这个代志，因为感觉讲它是一个因为它当然是个霸凌案可是它是一个让大家印象最强烈，就是它是一个老师集合起来针对一个学生的一个案子。我们通常处理到的是对生霸凌案，可能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或一个班级里头的状况。那么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学生，但是有主任教官，有教官，然后各有那个学务主任，而且是成为一个全校几乎都知道的事情。因为呢，那个小孩每次要被叫去学务处，他是跑那个跑马带，所以班级里面的教室都会出现说他又要被叫去学务处，几乎是全校小孩都知道。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状况，就是说，当然这个小孩有抽过烟，好，但你抽过烟不代表你要被弄到这个程度嘛。也就是说，他蛮可能是被当成一个我必须要管教他给大家看的对象。所谓的针对性管教的讲，你如果可能有某种行为，台语讲叫抬价架高啦，抬价架高，嘿，对，这意思哈，等于我对你怎么样，我就做给别人看了，别人要知道说我不可以跟他一样哈，或者不要跟他的行为走。那这里面是关系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整个校园里头习惯某一种管教的方法跟态度，就是我们比较习惯用管控跟高压的方法，对吧？你若感觉觉得囡仔的行为，咱来甲辅导，咱来甲照顾，咱来甲教育，你就甲辅导、甲教育就好啊。你为什么用这款强制的方式来对待？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的方法是，我就记过。我的这个想法是咱若做过兵咱查甫囡仔可能做过兵就知，咱这有互助组啦。3个人为一组啦，一通电话卡去倒位呢？卡去个总部去咧，卡去个总部的热线，申诉热线。咱教育单位、教育环境无这种物件其实有，你如果只要跟校长讲或跟谁讲，就叫申诉啦。我们还有1999啊。嘛是有嘛。那我们基本上，这个囡仔伊敢有举起电话来去教育部去申诉，敢有做这种代志？这就很有趣，是啊，这就很有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小孩通常不太相信其他大人会帮他，
这就是我要问的。也感觉就讲，哇，你教育局嘛是老师的人啊，你市政府的教育局拢专赶快的人啊。县长，你讲的重点。我今晚来要跟你求救啊，你会帮我吗？这就是学校形成一个气氛。有一个，你讲了真重点，就是一个气氛。这个气氛，你若是讲学务主任、主任教官啊，其他人这样针对他，有些不合理嘛。就讲，那本宫他有电子烟，但其实收是没有收到哦，而且他也没有在现场抽哦，因为主任是先抓到另外六七个人抽电子烟嘛，是另外6、7个人在抽电子烟，然后写所谓的自白书，丁管公啊那个某某某他给我们的。那个某某某就是孩子不在现场啊，他不在现场，然后但是还是认为他有啊，他就去搜他的身，他没有电子烟啊，他照样要写悔过书，照样要被记过，照样要罚钱。在这个状况之下，没有其他人为他说话的话，他怎么会相信我去申诉有用？因为这是很公开的事嘛。重点，现场或者是事后，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无人替伊讲话。一般说学生之间有你讲对吧？哈，因为他们一其实，但是讲一几顿，都是彼此抱怨啊，然后再骂这个啊。其实学校里头，讲自己的权益。学校里头其实有老师是看不下去哦，但在整体你98%都沉默的时候，那2%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说话，他有没有靠山？他说话有没有人会挺他？他如果今天出面，你嘛唔知影靠人本哈。大家那个时候，无咱人本来加宣传者。安尼吼，咱今麦咱们家宣传。哦，下靠有一个电话哈。就是跟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会除了家长找我们，学生找我们，也有老师找我们，大家心里面都很痛啊。因为那个老师心里面是想说，我当时如果有说话，我当时如果有做什么，是不是就有机会？是，正像咱先然后迄个500吼来讲吼，在你。甲你甲囝儿是个相处的时间也真济吼，你感觉这个 case 里面，家长在这个向学校咧反映代志的时阵，你讲互咱一般的家长来知讲，要安怎反映，学校才会真正甲你当作一回事，还是讲规支电话咧卡起来靠律师，靠贵律师，安尼较紧？你感觉？做一个囡仔的爸爸吼，基本上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要主要是这个囡仔伊伫学校发生啥物代志，伊若是倒来厝里要甲咱讲的时阵，表示这个亲子的关系是真好的。是，但是做者家庭拢毋是这种的关系啦，所以有某一种的关系变成是，因为我是大人，我是爸爸，我爱食头路做工课，所以我甲囡仔交互学校了后，这个后壁的代志就是学校爱处理。啊，囡仔嘛知影我的出发点是安尼的时阵，其实学校对囡仔对甲学校的状况反映互我，伊的一个想法是敢有效？你著甲我。交互学校老师来处理啊，所以我感觉，爸爸妈妈看囡仔的关系爱真好，这件代志其实是足重要的。但是，这都唔是讲我囡仔要去学校的时阵，我才甲伊套关系套好，唔是啊。这个关系就是爱对细汉开始，所以。关系本来就是爱对细汉慢慢培养，这是一个。个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足重要的，就是囡仔甲咱讲的话，你敢有听？你敢要听？你敢要相信？对我来讲，我的囡仔不管甲我讲啥物，伊伫啥物所在发生啥物代志，是在这个 case 里面，是如果咱来回到，咱来等来到10月份还是12月份的时阵，你的建议，这个学生的家长。爱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吼？当然像W主持人讲的啦吼，找律师嘛好，卡教育部嘛好，教育局都拢卡。啊，但是袂使学校，因为伊是迄个发生的地点，所以学校一定也是爱去反映啦。学校反映了后，啊，这当然的啊，因为伊在其中啊嘛。对。用考来啊。对，是不是？啊，爱去
去问其他的同学，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不我清，是因为囡仔唔知影要安怎做嘛。是，虽然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做，因为我也无这种经验，但是至少我知影爱去问人，问朋友嘛好，问律师嘛好，敲电话要问啥，我就去收集这些资料，安尼。是我。我即摆就爱问律师吼，魏律师，你也处理过真济这种案件吼，通常会来到你家，应该是代志拢袂收煞，是毋是安尼？代志拢足多啦，有的是学生甲老师啦，有的是学生甲学生中间啦。但是叫阮律师出来的时阵，其实有当时学校哦讲哦，恁律师出来啊，有律师出来的时阵会甘好好来处理这件代志啦。但是就像头主持人讲的，上重要的是啥物？上重要的是爱和这个学生讲出来，因为其实我帮教育部只要处理这侪代志吼，即马有1999、1953网络留言哦，网络匿名怎么样？针对这个检举人是有保密的措施，而且阮处理到遐侪物件哦，教育局、教育部哦，拢袂甲这个讲这个话的人甲讲出来，所以即马了上重要的是爱互囡仔会使放心的甲。拄到什么代志讲出来，所以像阮吴爸就讲甲足好的，这亲子关系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有当时囡仔，就像主持人讲的，这是一个小的社会，对。有当时甲老师、甲厝的人、甲同学，迄拢是无共的。囡仔爱安那时阵才会甲心内底话讲出来，讲哦。伊就委屈嘞我就去人有啦，我就无做，我就分都无食为什么学校的硬要讲是我来做？所以伊的委屈爱讲出来，这是最重点的所在。这内面真侪步骤啦吼，咱一行来透开吼。即摆伫线顶吼，是咱这个陈老师吼，陈老师你伫线顶吼相信你也知影这个 case 吼，他执行长也讲着吼。讲这完全是一个系统性的存在。有的老师事后后悔，讲迄阵时我若举手发声，可能这个囡仔就袂到这个地步。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囡仔伊本身看到这个莽莽的威胁，吼，咱的台语讲冷冷的威胁啦，吼，四边周围吼拢冷冷，拢是老师人，拢是恁学校的人。我惊都会惊，我连处理我都唔敢讲。做一个辅导老师，做一个咨商老师，你会鼓励学生，还是讲安怎制度性，互囡仔愿意讨白出来，讲出家己的心声呢？我伫处理时阵通常都是学校正式的成立，然后到辅导的一个机制，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在校外以外的一个咨商那通常是这样子。假如孩子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特别他是一个长期受到压力的受害者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很温暖的包容跟支持都是好感觉对，这很多事情不是我的错，不是我好像是一个坏孩子这样子，给他一个温暖的支持。那通常一个孩子他比较容易去说出他内心里面最深的痛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来到能够被安排，或是他自己有勇气。通常在学校有很多学生是要有他的同学陪他一起来那假如是学校转介的，有时候就比较困难。那通常我是觉得，在系统性里面这样的工作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是看不下去，而且他有一点道德的勇气，愿意站在孩子的旁边陪他然后鼓励他他能够进到辅导室里面来。有时候我通常是一个孩子，他的同学陪他一起进来，因为他会担心你这个辅导老师，你会不会去跟我的其他的老师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有时候我都是要创造一个机会，是
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他，然后呢，也要很多的保证，很多的事情遭遇到现在，这不是你错，不是你的错，好，那让孩子有一个部分是卸下心防，然后慢慢的可以说出他内心里面最痛苦，以及那个整个事情我们怎么去还原、去了解这样子。老师，他当然哦，你所讲的，恁这智商老师吼，应该是算学校的第二线。第一线通常拢是导师啦，是不是安尼？对啊。啊，导师甲恁这个智商老师之间哦，跟彼此之间平常时敢有联系？会通报情报，讲我这班吼有可能有几个较阿无奈，吼较无稳定的啊，老师你会当小可甲我注意，因为吼我的意思是讲，咱有的导师啊吼，伊无一定会亲像陈老师你安尼有专业才教传，吼经验加丰富，有的导师可能伊敢若有管教的经验啊尔。伊无一定讲王树秋鸡尾炮啊，逐支拔透透。那这个时阵是要安怎处理呢？因为我问的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哦。因为咱长期性吼，戒严到即嘛，像30几年，吼20-30年啊。咱对着人权的意识也好啊，彼此师生之间的这个平等的意识也好啊，我相信进步真济啦。相对性进步真济，但是也是发生了真济代志。尤其我看到一个这个数字啊，老师对着学生的这霸凌案件哦，3年有通报649件，但是成案确认呢，才35件。这成案确认的这个趴数真低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啊。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好，这个导师他请我帮忙，那我跟导师之间，他那个合作的界限跟关系如何？哈，这个还牵涉到那个辅导室，辅导室里面可能有一个辅导主任或组长，他成为这个辅导机制里面，可能在这边权力里面跟导师是一个好像是彼此可以好像是合作，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只要有一个愿意做事的，可能是辅导的主任，那跟心理师这边、諮商心理师这边，我们就会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是，好，导师他转进来的是描述的状况，那我们通常比较有经验的心理师，他会把这些通报的一些资料我们先放着，然后呢，我们先听孩子说，孩子的第一手资料。好，特别已经有这个霸凌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去了解当事者，尤其是孩子，因为孩子通常在这个权利里面比较弱势，听他怎么说。那若是经过我的研判，好，他跟导师之间其实是有冲突，或是导师有他一些目的的，所以的话是我这边就要跟辅导主任或是辅导组长这边，我们就要形成一个系统的合作，我们如何保护这个孩子，好。所以有时候有个程度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諮商，我们可能就要转校外的諮商的体系。谭老师，那这个还，谭老师，我听到这吼，我心头心肝头小可遗憾呢。这个囡仔哪会无拄着恁呢？谢谢。我的意思是讲，咱的高中里面是不是个諮商老师、个导师？个学生，个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教务主任，拢有像你安尼想吗？我觉得还是要看学校。我现在目前跟学校合作是，我只要遇到一个辅导的这个辅导系统里面，只要有权利的，比如说辅导主任或组长愿意做事的，我们就能够形成合作。要是那个主任他也是站在导师这边的，可能我们能够工作的是很少的这样子。但老师，你他讲到一个关键字哈，权力，对着权力哦真敏感。那尤其学生囡仔吼，相对性在学校的这个体系里面，尤其咱东亚的这个社会里面吼，对着学生囡仔就是管教吼，英语叫做 discipline。你就要做这做伙吼，其他的 conformity，你都要服从。对。
即经过30几档啊吼，因为我足久无读高中啊吼，咱是毋知影高中内面是毋是还佫即个气氛吗？学校教官游玩还佫是即个角色吗？我想是呢，哈，隐性的啦，隐性的还是这样子的，对，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有很多部分有心要做，还是可以做，因为学校里面它可以运用蛮多是系统外的一些辅导资源，因为辅导老师可能是里面专任的啊，或者是辅导这个角色，它是属于系统内还系统外的。那一个有心的心理师，至少对我而言，我有时候还会多做一点，我自己去联络家长啊，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做家族治疗，所以一个孩子他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很需要做家庭评估，所以有时候我会自己亲自跟学校先通知会好，我会自己联络家长，甚至有时候就请家长在孩子辅导的时间，他可以进来，我们叫做一种系统的合作的工作，这样比较能够帮助到孩子跟学校这样子。老师，想要一个问题跟你请教吼，敢有家长会认为你这个老师小可家暴？我现在处理的还没有遇到，大部分的家长就会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一起合作。所以你认为社会还有进步的空间嘛？一定有的，我觉得有心的人士还是很多的，好。所以我还是强调，在霸凌事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他在意，好，他是比如说这个霸凌者的只是同学而已，好，然后老师只要有愿意的，好，或者是谁，他只要有那个道德勇气的，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到我现在的信念，这样子。是，感谢老师，感谢，谢谢，好，感谢。谢谢。所以我要请教就这现场吼。咱他听到讲真侪甲权力有关吼，但是我要先定义一个物件，因为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议题无一定会理解吼。什么叫做霸凌？霸凌到底什么定义啊？吼，有的是讲有持续性，你若是讲尤其吼学生对学生的这个霸凌吼，讲要有时间的限制，你要通报的时候，那有时间的限制。那老师对学生呢？迄个无一定哦，有诶是长期性，因为有即个照势照端吼，通好来甲你创东创西，咱大家拢讲靠势，吼即种物件是真，我感觉啦吼，有诶学生囡仔是无一定会觉察，讲即个物件，一定是袂觉察。因为对我来讲，都是这做机车的老师，还是这做机车的教官，唔知影讲这个野手画叫做是我互欺负，还是讲我互扣势着，我互霸凌着，应该是袂通常袂安尼想着。另外就一个有一寡法律问题啊，跟制度问题，可能律师更加了解哈。不过其实咱霸凌的迄个因应的那个准则是同一套，生对生的、事对生是同一套，相关规则都是同一个法律。其实是安尼，本来霸凌这不利，咱咧讲是学生甲学生之间的文化的问题、人际的问题，还是讲族群啊，伊整个班级文化、班级经营里面的问题，他要做教育，要做辅导嘛，所以生对生的霸凌其实蛮重要的是教育跟辅导的工作。但是呢，因为在整个大家关注不适任老师的讨论当中，就想到有些老师的作为就很像霸凌啊，他骂小孩啊。然后语言侮辱啊，或歧视小孩啊，说你们有谁要跟他一样笨，那或者是说把小孩放到某个阳台去一个学期，就隔离他，就整个作为大家说这个行为很像霸凌，所以就后来在法律上跟在处理的那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就把霸凌的这个范围扩大到有师对生，那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因为通常小孩不会想到这个叫做霸凌。或老师比较不是，他通常就觉得这是一个违反老师该做。因为毕竟是老师安尼给他教啦，可能给他灌。对，他基本上是一个违反教师伦理、违反教师的该要有的遵守的基本的原则，他是违反教师法的相关规定。老师，他其实就是一个不是老师，一个违法的老师。事实上，我觉得在处理上，如果要讲制度上，我还是觉得说，能够把师对生跟生对生的能够有分开的机制，其实比较合理。因为他处理的方式会不赶快那另外，多黑的陈老师跟我几他的一些想法，但很有感因为很有感，因为他当然是一个
就是非常专业，然后很会疼惜生命，很会，因为他就是以这个学生、以这个小孩为中心在思考，说我怎么照顾他哈。但是因为陈老师刚好他是校外的心理师、諮商心理师，大体好好来对辅导主任遇到学务主任，有权力关系，这里面谁的说话比较可以产生影响力？这个社会阶级的问题。这真的是各个学校稍微有点不同，但大部分还是碰到是学务的想法会大于辅导。要么讲你若拄到囡仔的问题，不管伊是有伊个人的问题，还是讲伊甲老师的问题，其实伊需要开始辅导较济。啊，要么学务的概念讲，我要有办学绩效哈，我要我的学校有秩序。我就以这个管理为主要，而不是以小孩本身的发展跟需要为主要的思考点的时候，你学务一旦凌驾辅导，这真的是系统上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有非常多专业的人，但是他不见得有办法到达学校可以协助得到。这小等要请律师来讲吼，我要先请教着吴爸吼。其实吼，我今日要上节目进前，我看了一句话啊，讲哦，如果若为着阮查某囝吼，要甲全世界来作对吼，我一定甲伊拼，吼。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吼，当然是较夸张啦吼，电影内面的这个台词啦，吼。但是这代表着一种情形，就是讲处理你的囝儿是谁，伫学校有发生啥物问题的时阵。父母应该是优先头一个就徛出来，哦。但是这个处理的这个步骤应该是安怎？是不是你他所讲的先厘清事实？但是平常时我这个囡仔，甲学校的这个老师也好，同窗也好，你相处的时阵，要安怎来甲伊？你他就讲啊，讲有诶，囝伊是说，我甲老爸老母来讲心内话呢。来，你甲囡仔相处的经验，你会当透露一寡，教一寡撇步，观众朋友来了解。是，我个人是安尼感觉啦吼，就我头早讲的，恁的感情若好吼，伊就甲你当做朋友，伊也毋惊伊讲啥物，你会袂接受啊，反对。啊，要安怎要甲管教，啊，搁爱感情好。我这个前提是，咱有的人哦，咱心肝头来头壳内面，啊，搁咧想讲囡仔爱管教，啊，要甲管教，啊，搁爱有感情，这边安怎巧？我是感觉这两项若要排做伙做，是真困难的代志啊。啊，所以这字爱换掉，爱换啥物？换啥物哦？当然是感情优先啊。就是我甲伊的感情若好的时阵，我要甲伊讲啥物道理，伊较会接受嘛。咱先莫讲甲管教，我咧甲伊讲一寡人生的道理的时阵，我的经验是啥物，伊即马拄到的代志的状况是啥物的时阵，伊都会较会当接受。啊，若会接受，都有机会。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贴合就是感情优先，是，再来讲理，是，啊，再来讲道理，是，啊，讲事理。讲经验，讲人生，重点就是讲道理，而不是管教。是，哦，所以重点讲，咱来当囡仔来当了解伊的感情，啊，了解伊的即款道理，啊，即摆囡仔的行为，你就靠机会。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咯。有的老爸老母可能家己无一定会当有这个能力，然后是，甚至无一定 affordable to love， 就是讲我有这个能力，然后去爱啦，吼。我可能通关心，因为咱也知影吼，我毋是我可能阮即代吼50-60岁即代，阮会顶一代，若咧甲阮关心的时阵，拢是用家己蕊，吼，家己蕊，吼，啊，家己小宣一下，啊，你哪安尼？你若毋知影要穿啥，哦，会寒着，哦，小咱你感冒安怎？对，即个通常拢是我是毋知影即摆现主是，比如讲恁即代即个爸母。是毋是还佫安尼咧？甲囡仔咧事实咧安尼讲？我个人我的经验甲你共款啦，吼，就是我其实较少感受到我的父母这个部分，就是我即马对我的查某囝做的这个代志啊，其实我知影伊嘛是爱我的，但是迄个表达的方式。
甲咱表达咱台语哦，真艺术啦，疼啊。没有你疼。哦，我你疼疼，我你疼，你都爱疼一个。但我是认为，伊时代已经无共款啦。30年前的方式，绝对无可能适合30年后的囡仔，所以一定是爱改。头脑还要换新啦。是，哦，是。所以我要请教律师吼，他昨这行长也讲着，处理学生对学生的霸凌，甲处理老师对学生的霸凌，是同一套方式，同一套流程咯。你认为这出现什么问题？无，这就是头头执行长嘛有讲到哦，较早是分两套，但是尾啊个法律个修，甲并做同一套，但是即马个我知影教育部有一下修法啦，有一想讲，搁要甲分开啦，但是是讲哦，阮是处理这个代志，处理学生的，甲处理老师的，有一个足重要的无共款的所在，处理学生的，阮就是要互学生更较好，吼，要学生会变一个好人，还是安那要，毋是要甲伊处罚，毋是要甲伊，要互伊安那的，那是处理老师，有当时老师会扯到他的解聘、停聘、不续聘啦。有伊，比如讲啊，那这个老师无好，阮就讲要互伊莫阁继续做老师。食的啦，所以讲处理老师有当时的物件，甲处理学生，这是无相共的。哦，但是佫爱转来一个最重要的所在，头头主持人有讲嘛，学校知伊24点钟以来爱去通报，对，通报是通报到迄教育部，吼因为迄是全国的，迄有电脑记录的，所以说。伊讲这24点钟是讲学校，若是老师老师啦、校长啊、主任啊，这若有知但是这老师主任免哪知？比如讲，有人会叫我写律师函过去若有写到迄霸凌这两个字学校就去通报。若是像家长若唔知爱卡1999、1953，无去网络上留言的时阵，伊会使写联络部。还是讲去学校讲，你只要去学校讲，老师也知，无去通报，即马有足侪判决出来，无去通报会叫罚钱。你若较严重的，可能这老师。所以讲起来，即马真侪机制，有咧监督，有咧比查，有咧通好调，通好来查核讲，你这到底有事实，有实在，实在，这个机制有存在无？对啊，像。你讲的这3年有649件，但是调查以后成案遮少咧，有35件，但是你若这3年搁加较早的时间来看，用查了足多，因为处理老师的部分叫不适任教师，其实不适任教师是足早正就有啊，但是较早通报的较无咧处理对，但是最近大家就拢直出来霸凌，但是即摆哦。有一个较重要的所在，头头主持人有讲啊，执行长嘛有讲，什么是霸凌？霸凌是什么？什么物件啊？因为即马根据法律上定义啦，霸凌有一个最重要，伊是爱定有诶，一届搁发生诶。比如讲，我一路去人摸一拳，我会讲伊甲我拍，伊甲我抬，袂甲我讲伊甲我霸凌。但是你若像我拢叫我去演讲的时阵，我拢叫人去看迄较早阮叫小叮当啦，即马叫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迄个胖虎就是逐工甲大雄拍，这就有可能是霸凌，对所以说这就是爱一工，搁有一个最重要，伊爱有针对性调工的，对所以这主要但是有诶，即马定，比如讲这。649件有诶我可能嘛有调查到啦，可能有诶是一届发生一届啊尔，有诶是意外还是迄毋是老师，毋是学生这调工诶，还是啥物诶对，所以这拢爱看因为这有诶案件我无入去调查，这毋知对。是，咱即马线顶咱老朋友，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明，咱今咧讨论这个，你有听到我声有。
咱他咧讨论这个 case 吼，一直咧以来吼，在这个系统性内面吼，有权力的关系吼，啊，甲民主真有关系啊。你会当吼来咱开破一下，这到底这内面吼是安怎？无一个人举手发声，还是讲其实有举手发声，但是这个机制失灵，还是讲他拄像执行长讲，有个老师，有一个老师来讲，哎，就后悔，以前时无去通报，无去来做啥物代志，是安怎会发生这种情形？其实拄啊，律师有讲到，就是讲，咱即马在处理这种的霸凌，也是讲性骚扰这种的代志，这是为虾米安尼行政会有失灵，也是讲对学生或者是对老师，伊拢有一种感觉讲，好，我不要来介入，或许会有其他人来，比我更熟这些流程，或者是比我更有勇气。其实咱来想到咱过去伫咧学校内底，若是有人在班上互人欺负的时阵，它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说一次性，如果一次大家有人很不爽，另外一个同学打他一下，这样就算了。可是最可怕的就是讲，若是咱有一种的氛围，一种氛围是在班上让这个同学被隔离，所以很多性骚扰，或者是甚至是性侵，或者是霸凌，安尼这种的代志，就是老师还是讲学生这些加害者，一条杠要互这些学生、这些受害者，去想讲是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更不愿意讲。身边其他的这些师长或学生也会认为说，或许这个学生多少有他的问题。甚至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隔离，可能会有物理上的隔离。譬如说，以这个案件来说，他的学生确实在被搜身的时候，这老师还是公这教官把他隔离，社会的隔离，不给你看说来对发生什么代志。所以这样的隔离就会让整个机制，其实到底谁去要做通报，或者是谁鼓起这个勇气，感觉。你鼓起这个勇气，你就是足奇怪的人，你就是甲大家无共，你就是廖白啊，安尼就是真恐怖。所以讲，咱过去有一寡代志，就是这种的，这学生和老师安尼长期欺负，后来还发现说他有被性骚扰，那他的家长其实平常也对他很严厉，可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去收集相关的。报纸简报，让这个学生认为说，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学生愿意未来讲出来。是玉明，你也是这个青年民主协会的这个理事长吼，你敢有赞成吼，在此后，譬如讲外部机制要来参与到这个霸凌案件的这个审查也好，也是这个过程机制的核查，你有赞成学生来加入无？我是绝对认同啦，这是一定的，因为讲即马有3个不同的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讲咱霸凌的事件要去认定，这有学生来做伙来开会，若是刷落来就是讲这老师伊是不适任，还是讲伊是无说理的，这认定的过程就无学生。若是讲这老师一定，咱是讲伊是不适任教师，未来讲这老师爱解聘不续聘，这嘛无学生，过去咱有拄到一件代志，就是讲渊明国中，伊是教育处云林县教育处，自己进去做调查，发现全校的学生有大概一半都被4位老师有体罚过。他去这个校事会议召开，他认为说，咱来请一寡学者还是专家，来做伙来讨论，咱就无学生嘛袂要紧，伊是请多一个学者，伊是请在地的乡长，乡长是教育专业吗？不是啊，乡长来他就说，我认为这个体罚不是违法的，安尼干咱。我们会接受无，还是讲
我是想讲这受限嘛啦。哦啊，若是讲这寡代志拢会使发生啊，为什么袂使互学生做伙来讨论？是啊，即我李小秀群，我要请教着纪行长吼。咱咧定咧讲吼，鸭卵密密后芳啊，在校园内面吼，一定是管教即个体系，伊出现啊崩离了，才来加强，才来用即个强制性，才来处理。那真正一个理想性的、较制度性的即个处理的时阵，大家真和谐，啊，就你情我爱，吼，即理想性的即个校园，到底在咱台湾这个社会这种氛围啊，还是这种文化当中，敢有实现的可能性？咱讲台湾当成为台湾吗？会，一定会。要不过爱看时间多长，以及我们做什么事。好，我们敢不敢面对某一些我们其实过去避而不谈的部分？是。好，比如说，当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不适任老师，他就已经是在讨论我们过去避而不谈的事哦。你要想想，我们当时原本20年前在处理校园性侵案的时候，是老师性侵学生还可以继续在学校当老师，就算你有教评会这个解聘机制，他们都觉得让他先请假半年嘛。但是好不容易慢慢建立标准，说我们台湾至少要这个学校里头老师性侵学生不可以当老师吧，这是很低的标准。对，我们这个标准定下来之后，那现在定说体罚要处理吧。好，那再要定说，那接着你如果是超越人际界限、情绪界要处理吧。我为什么从这边切进来谈，而不是从教学的理想面切进来谈？是因为当我们愿意面对一个老师或对一个教育工作者专业伦理界限摆在哪里的时候，表示我们开始在讨论一个学校该要怎样理想的长相跟文化。我们总不能允许总是由这些行为不够适任的人来建立或定义我们的校园文化吧。所以咱有主张讲，譬如讲老师，一个上无，第二个上无，第三个上无，你至少安怎？我们至少要建立一个基本的伦理界限的原则嘛，对不对？一个专业伦理是什么？那这个专业伦理会彰显出专业尊严呐，包括就是说跟学生的伦理、人际的伦理。情绪的界限伦理、身体界限，好，刚刚玉萌也提到性骚扰这种身体界限等等，我们把这个专业的伦理界限建立起来，就代表在提供说我这个校园应该要怎样成为一个该基本品质的校园。那这个讨论呢，很多人当然都会说啊，这样你是不是在检讨老师？我这是在让一些很愿意展现老师专业的人，可以有机会呈现出来。但是吼，咱头下讲吼，其实校园嘛是一个小社会啊。社会这公司会社内面，迄职场嘛是如此啊。职场内面嘛有权力的关系啊。吼，我相信这甲公民的这个素养是有关系啦。哦，不管你是家庭在内，还是家庭之外，校园也好，公司职场，咱做一个老爸老母吼，那无一定啦吼。有爸你无一定爱一直拢用这个爸爸的角色哦。你来看，你也是公司的人，或者是讲你也是社会人，你来看，咱要求老师爱做这做迄，咱咧以早咱讲哦，空主讲上大啦。吼，老师若去菜市啊吼，两手摕来拢是鱼甲肉。吼，这以早这古早时代，到现主时，咱对老师啊某种程度的神圣吼。无通好质疑啊，但是在这个社会变迁，你也讲头脑也换新啦吼。学校的老师其实某种程度是家长去甲抱起来哦。是，咱会使安尼讲吧？是，你安怎看待？老师吼，其实对囡仔来讲，对家长来讲，对咱的社会来讲，拢是足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两个囡仔是自学生嘛，是。我是安怎无强迫因爱入去学校，因为我感觉有一寡老师伊的专业无够。我囡仔，我会认为是我送囡仔去学校，我无应该爱去，就是我运气较好，拄到较好的老师，这件代志我无法度接受呢。
咱政府你办学校，哪会是我凭我的运气去拣到好的老师，啊，我囡仔才会顺利。啊，我若有人着时间，有人着灵验。是啊是啊，我若着灵验，我唔家己较衰，我唔加衰，安尼唔对啊。所以我是认为吼，因为我对老师的专业，老师其实这两字啊，这两字摆出来，伊就是一个专业。所有的人，我感觉所有的人应该拢认同啦，老师就是一个专业。啊，你既然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你都要提出你专业的结果嘛。老师是教育。唔是管理，啊！你老师让你做管理，啊，我甲你管就好啊，我有你管，对不？要拍我甲你拍就好啊，我就上无你拍。你家己拍是啊。咱头开讲的时候，你也讲着，你囡仔后去外面甲你斗。是，我敢若甲骂尔，唔歹势，我较大声尔讲，可能是你讲，啊，你是创啥物啊？安尼，伊就感觉，哎呦，你那只歹，啊，就四个共斗，阮爸爸甲我骂，阮爸爸甲我骂，哎。啊，你安怎甲伊讲道理？安怎甲伊讲道理哦？你先甲爱，要先爱本来就是先爱的啦吼。你会感觉起毛歹？会。哦，买起毛歹。当然会啊。但是我后来吼，我有检讨啦，迄个起毛歹，往往拢是伊伫做的，甲我想的无共。我明明甲你讲爱安尼做，是安怎你搁安尼做？你搁无爱照我讲的去做？无爱照咱的行。是。啊，所以。一摆、两摆、三摆，我就感觉讲，啊，无你即马是啥物，即马是啥物情形啦，嘿，所以就会较大声嘛。但是后来去想，还是伊咧做的啊，还毋是伊叫我去做，我嘛无咧做啊。就算咱举一个例啦吼，伊就是伫煮水，吼要添烧茶，我甲伊讲，啊，你摕的时阵爱对迄个把手，吼把手遐摕咧，你莫对边仔甲摸落，因为摸落会烫人。啊，伊就讲。啊，就是看伊，就对边仔甲摸落，啊，咱就会甲伊讲。当然一开始一定还是讲啊，有受伤无？了后就会杂念，你知道？啊，我毋甲你讲，莫摸迄吗？这种假，因为烫着伊会疼，对无？啊，我一直甲伊讲，莫安尼，莫安尼。啊，我知影莫安尼啊，伊毋知影是安怎，所以这个道理就爱甲伊讲，因为这个物件摸着会烫，烫着你会受伤。受伤了后，你就会艰苦。啊，我无希望你受伤。这段拢甲讲出来了后，伊就会当接受。你甲伊讲，哦，这就爱父母来大修养哦。练习，爱练习啦，是爱练习，爱练习啊。是，律师，他怎吼？咱讲到真个法律的这个问题吼。那么今嘛，就关于这校园这个霸凌吼，在你律师的这个立场吼，咱也知影你有一个机构叫加纳基啊吼。咱强调的是一种和平态度，要来介入吼。尤其咱是校外的人士啦吼，咱要安怎介入这个算作相对较封闭的这个系统。讲实在啦，即马其实恁若较知影，即马学校的组成哦，伊就一个霸凌应应委员会吼，伊迄拢有讲，拢爱是有学者专家啊，但是即马来讲啊。即马这个学者专家可能无遐多，无遐像迄执行长迄无可能全国几千个学校，无可能大家无用的啊。对，吼，啊，迄可能是学校无想到，也是安那，所以讲这专家学者有入来啊，但是他都有讲，专家学者爱到安怎的时阵才是专家学者？这因为法律有讲啊，讲你是教育专家、法律专家，或者是教学专业都可以。伊敢讲专家学者，无讲一定爱什么专家学者。为什么安尼？因为那是讲了伤多，因为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学校嘛，一个学校才40几个人，吼啊，但是伊一处理落来，因为一届、两届、三届啊。有个人进行处理过，啊，我后壁我袂使卡，我爱回避，结果规间学校无人。我都人啊处理。对，无人啊，因为我来处理，你就讲我较早处理过啊，我有自己想啥，对无？啊，所以这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还有真侪物件爱来处理啊，吼。上后面吼要请执行长，因为时间有限吼。对着这个 case 吼，咱上大的反省，对着一般人无了解这个物件，咱就爱警觉什么代志。爱警觉，爱相信囡仔啦。
我拄啊迄个小武你讲的这代志，因为咱讲一个爸爸内底相信嘛，就是我讲，伊嘛是希望伊的囡仔会当符合学校要求。伊来心内底想讲要符合学校要求，伊就是某种程度上被学校的管理方式绑架嘛。那等发生事情之后，他心里也会后悔啊。说他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不要疼他的小孩啊，可是某个时候，又是因为疼小孩，我就觉得我要多让步。我来表达我对这个体制的信心。好，教官要这样好，主任要这样好，我尽量的配合你们。那其实家长心里面是为了孩子好，可是他三炮也是被这个学校的文化跟威权主义给绑架了啦。那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对这个事情多一点觉察，去理解跟相信小孩，我相信是蛮重要的。相信囡仔，相信。